利用現成嘅食材，超級簡單煮好一款湯，但係都係非常之好飲。無論直接單飲代餐定係送飯都好唔錯，大家不妨試下喎。咁我哋就開始整，將粟米蓉倒入煲裡面，再加大半盒嘅水，將邊邊嘅粟米蓉都刮乾淨佢，唔好浪費，倒埋入煲裡面。牛丸唔使解凍，淨係洗乾淨就可以放埋入煲。開細火煮15分鐘，起初要攪拌下嘅，唔使冚蓋，冚咗會有啲容易滾瀉。期間不時都攪拌下，避免黐底。差唔多夠鐘嘅時候，喺盒度打一隻蛋，咁樣可以慳返洗少隻碗。加少少油撈勻，15分鐘之後熄火，將蛋液倒入煲裡面。等20秒，用湯殼或十字解開啲蛋花，安全啲嘅話可以開火再煮滾一次，好快就滾㗎喇。呢煲大約有3碗左右嘅份量，最後按個人喜好可以加啲蔥花、黑胡椒粉等等，就完成啦。